自2024年5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的考验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66篇第19到20节。这篇诗歌交予圣乐长，全题拢着对上主出欢喜的声。唱歌称赞伊名的荣光，用赞美的话显明伊的荣光。着对上帝讲：你的作为偌呢通敬畏，因为你的大权能，你的对德会降予你。全地会敬拜你，吟诗称赞你，为吟诗学讨你的名。来看上帝的作为，伊对世间人所做真通敬畏。伊予海变做大地，伊的子民步行过河。伫遐，阮因为伊来欢喜。伊用伊的权能永远统治，伊的目睭监察列邦，背逆的人毋通自高。万民啊，着称赞阮的上帝，互人听着称赞伊的声。伊保存阮的性命，互阮坚固徛在。上帝啊，你有试验阮，锻炼阮亲像锻炼云。你互阮入牢网，用重担缀伫阮身上。你用阮人赛车绕过阮的头壳，阮经过水甲火，总是你带阮到宽阔自由的所在。我要带烧法者进入你的殿，我要对你谢我的愿。我要行伫患难的时，喙唇所讲、喙所下的愿。我要献肥的精生做烧法者，献绵羊犅、牛犅甲山羊犅，将烧法者的香味献予你。敬畏上帝人，拢着来听。我要讲起伊为我所做的事。我捌用我的喙求叫伊，用我的舌称赞伊、尊重伊。我心内若有囥歹的念头，主一定袂听。毋过上帝实在有听见，已经压落听我祈祷的声。上帝应该受称赞，伊毋捌拒绝我的祈祷，毋捌互伊的慈爱离开我。上帝的考验。有3工人斗阵伫工地咧做涂水，有人问因：恁即马咧做甚物？第一位工人回答：我拄在做涂水。第二位回答：我拄在控一面厨房的砖仔壁。第三位回答：我拄在兴建一栋经典的主体。10年了后，第一位工人继续咧伫工地做涂水师，第二位工人请做一个水电工，第三位摇身一变，请做营造公司的总经理。这个小故事要表达的是，用无同的眼光做同一件代志，会带来无相款的人生。诗篇66篇第5节，诗人讲：来看上帝的作为，伊对世间人所做真通敬畏。咱用无共款的眼光，就会当伫平凡的小事看见上帝所做的大事。就算粗茶淡饭，也会当诚侪丰盛的佳肴。已故的日龙集团前董事长严凯泰是圣公会信徒，伊的信仰传承自养母吴顺文女士。吴顺文的老爸伫清末时捌创办中华书局，阁笃信不够。吴顺文却因为就读上海教会学校、圣约翰大学，接受基督信仰，
后来信奉基督教。根据周延华牧师的回忆，吴顺文无论做甚物，拢真认真。平常注意礼拜，也拢真早就到教会。吴顺文讲，教师也有别个本事是爱学的，就是准时到。只要早一点仔离开厝，提早出门，就一定会当准时到。周延华牧师也记得，过去伊伫树林凯歌堂上惯势坐的位置，就是伫第4排上正边靠走道的位置。早年，吴顺文甲夫婿严庆玲创办纺织公司。1953年创办如龙汽车公司。为了培育技职人员，伊积极兴学。1966年担任新埔工专，现在改名圣约翰科技大学第一任校长。根据校友回忆，新埔工专创校无久，就拄着风台。吴顺文担心学生安危，冒风雨赶来探视，搁送物资。以外，伊真注重学校纪律，小拍跋筊的学生一律开除。做无好的主管随时撤换。吴顺文担任校长5年期间，就互新埔工专和台北工专、明治工专并列前3志愿。1981年，吴顺文的夫婿去世，68岁的伊强忍丧偶之痛，扛起如龙集团第2任董事长重职。后来带领公司生产第一台由个人自行设计的汽车。吴顺文受赞誉做台湾第一位女实业家，汽车封号台湾汽车界的铁娘子，拿到非常成就。吴顺文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但是信仰帮助伊，互伊会当坚强面对逆境。主爱上帝总会甲人考验，亲像熬炼银仔共款，搁互人亲像落入网无法度逃脱，甲重担放踮人的骹脊顶，或是互人亲像伫水深火热中。咱爱有亲像诗人共款的眼光，毋是简单正视环境，看了唉声吐气，反倒转是用信心看见通过考验之后的终点站，是上帝所准备的丰盛之地。默想，当人生拄着考验，我的性命安怎互上帝提升？当人生拄着考验，我的性命安怎互上帝提升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感谢你无一直甲我放踮平顺安逸的所在，互我搁较有机会学习倚靠你。感谢你不断考验我，互我的能力和生命受提升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